Hello， 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陳小姐。今日出車咧就係電單車拍 rolling shot。即係你喺度喐緊，跟住影嗰啲。冇錯，今晚我同 Patreon 嘅觀眾一齊出車，你有冇興趣一齊嚟啊？可以啊。我今日係負責做 cam car，我要車阿昌，所以我今日揸私家車嘅。揸電單車你都可以試下影 rolling shot 同埋收相嘅感覺咯。好啊。你有冇話想揸邊部車出去啊？哦。 3部車都喺度，有冇睇下3部。勁戰6代 NSR 250或者揸400馬路，仲有部喎。後面嗰部？有部橙色嘅咩？橙色嗰部唔理啦，橙色嗰部唔係俾我揸咩？唔係喎，未整好嗰部車。揸勁先啦。 OK，冇問題。喺呢個喺度做緊咩先？睇緊片咯。哦，你睇價量，咩啊？睇車，你係咪睇煎姐？睇靚女。做咩啊？今晚係呢個 Patreon 嘅出車活動，而今晚活動係影 rolling shot，陳小姐今晚都去，所以就問睇下你有冇興趣出嚟影下相。 OK 啩10萬個不願意，開工啦，影相啦，觀眾要睇片啦。我今日揸私家車，咁所以你可以跟我私家車坐。你揸架咩私家車嚟㗎？轉頭你就知啦。咁你依家執器材，跟住我哋喺下面等，咁樣咯。我行。轉頭見，攞車。咦？咁咪即係得你一個揸電單車今日？即係你坐我後面。唔係我跟佢車啊！佢話。你跟佢車搞錯啊！得一個咋。哇！咁熟面口嘅呢架車。冇錯。新車啊！哇！哎呀，我換咗部新車，好唔可愛啊部車。定係你想揸呢部啊？呢一部個波定棍波。我都係揸翻極。食完飯之後就出8號仔，睇下今晚出車影 rolling shot 會發生啲咩事，同埋會影到啲乜嘢嘅畫面啦。希望陳小姐收到靚相啦。希望我唔好失手啦。OK 嘅，冇問題。呢部車有個好處就係個隻槍好大。親愛嘅小槍槍喺度準備緊啊！拍 rolling shot 咧需要準備非常多嘢㗎。咁我嘅 Patreon 門嘅車友咧就已經喺前面度等緊啦。Hello 下三叔叔 ，Hello， 有冇見過陳小姐啊 ？Hello 下，我來了。兔兔你好。呢支嘢咧是什麼來的？蠔嘅豉油，蠔豉油，散收收啊！大家啲人。好耐冇揸電單車嘅感覺係點啊？即係我有個疑問，點解之前咧我唔揸自動波出嚟出車？揸自動波出車咧真係好舒服㗎。一陣間就咁樣嘅咧，第一次影 rolling 啦，咁我俾少少 tips 你啦，因為今日好多人嘅，咁所以就一個跟一個，一個跟一個，我哋去到目的地再算咯。如果你認得部車嘅話咧，你就可以停留喺部車隔離嘅一陣咯，跟住之後就俾我走。你要比起平時更加留意身邊嘅嘢啦。咁我咧依家就會執啲人咧，我就會 briefing 㗎啦。埋少少嗱，極度認真啊嚇！咁因為呢度太多人咧，我就決定我會開車走先，中間係唔多路可以影㗎，注意安全啦。咁我咧今日係揸部灰色嘅3菱 Cork 仔，我打燈，而你哋喺身邊咧一定要俾我入線，可以有機會同我部車平排嘅話，平排幾秒之後你就可以向前喐，因為真正留翻做影相嘅地方，我會喺入咗目的地之後，再同大家 loop， 大家可以入咗 Discord group 先。但係入咗 Discord group 咧，盡量唔好閒聊，唔好吹水，係俾我同大家溝通用嘅。set 好嘢，去比再前更加前嘅地方度 stay 喺度先。我會做咗頭車，因為今日8號仔係超級無敵多人嘅，我就準時開車出發，然後去到第一站目的地咧，我哋先再慢慢諗，因為太超多人，因為落完雨打完風。多人指數去到極致啊！做乜撚嘢？你扭掣！唉屌！我唔知各位觀眾聽唔聽到啊？就係因為今日仔入面係俾一個 P 牌嘅人塞住咗，之後頂死咗，騰唔到，依家所有車群都出唔到，笑緊死。
收機啦，放 break，目的地等，目的地等。我轉頭去到目的地再 briefing 一下，嗰個做法應該係點樣？雖然我唔知有幾多人想影，我知道有人想影嘅話就我教一教點做。配合問題啦。exactly 你平排又冇唔好睇個畫面嘅，就係影到你個打橫面。係啊。咁如果你後少少嘅，咁樣成個畫面你嘅人揸緊車向個人向前望嗰個側打入去就靚。唔係有啲影開佢哋識就啊。係啊。佢哋識衝埋嚟 hold 咁樣。各位大攝攝。過嚟先，過嚟先。因為有一啲咧好熟嘅人咧有影開咧，佢哋就會知點做。我部私家車行緊，你哋要留意，你哋會唔會拉緊龍咯？因為最頭嗰個人，你哋決定唔行咧，其實後面全部人都會俾你頂住噶。所以如果你決定係唔影嘅，或者覺得冇能力嘅，縮埋一二邊，然後入手俾後面嘅人行先。咁如果有能力咧，我會均速啦，即係70加速上到嚟。喺窗口邊度 hold 嘅意思係指你要同我平排，然後心入面最少數5秒啦，1、2、3、4、5，真實嘅時間係咁樣行噶嘛？唔係1、2、3、4、5走，唔係有耳機嗰啲咧，我基本上我係會話你知來走來定係走咯，因為我係睇得晒所有嘢嘅。走咗，咁第二部車就上，咁你走咧就唔好再拉啦，因為你要留多啲空間俾第二個上翻前，如此類推，條龍不斷咁向前延伸咯。建議嘅做法咧，其實係你哋加速上嚟之後鬆油。你哋應該行緊5波或者6波之類啦，你哋會留啊部車，留嘅時候你哋覺得越嚟越遠咧，你先滲少少油 keep 住，即係揾到嗰個平排嘅速度 keep 住之後行。有好多人都影得靚嘅，但係有一啲唔係好熟嗰啲，覺得係冇喺個機度停留過落嚟咧，就自己排隊參與啦。記住唔使揸得快，因為我哋係拍緊片嘅，唔係硬照嚟嘅。咁有啲覺得春代好熱嗰啲就自己走啦，係啦，危險動作唔準做啊！原則係雙手不能離體，係啦，就係咁樣啦。另外咧，有嘢想大家幫手啊！呢度咧有3件咧係嗰件 T 恤咧個物料個版啊，我隨便揾部洋放喺度，大家摸下，然之後記住大約話俾我知，我好需要大家意見。15分鐘至30分鐘再召集，係啦，就是這樣。大家自己唞下啦。邊個部車唔好彩？休息完10分鐘之後咧，車主要求坐車煲冷氣，就會行第2轉，主要都係隧道為主咯。係，好咁嚟咯喎。好，我係落唔撚到去嘅喎。全世界迴旋處等我。我想講有部電單車跟住佢，我尾咧係咪開咗高燈啊？我就嚟射爆啦塊鏡俾你。個角度高得滯，我個 A 圖嗰度直頭俾佢射爆咗咁滯。你哋唞下先啦，我哋準備出龍山兜圈啦依家。頭先阿樂都係爭少少啊，爭少少啊！阿樂快得滯啊！佢 R6嚟㗎，揸唔到咁慢㗎，算啦。好殘忍啊！後面部車我就嚟想屌死佢啦！邊位師兄啊，大佬？好撚痛苦啊！係喎，好撚痛苦啊！好撚痛苦啊！我邊個嚟㗎？我唔知啊，揾人認咗佢啦。Oscar， 如果你聽到我嘅聲音，你閃我下高燈啦。好，非常好。嗱，一陣間咧，你同我行咗啦，一齊啊嘛。我喺快線同你影一次 rolling。依家得返我同你啊。平時出車活動咧，除咗出去食糖水啦，一班人遊車河之外咧，有時我都會同各位觀眾一齊做下啲 rolling shot 嘅活動嘅。咁啊，大家又可以喺安全嘅情況下收到相，同自己愛區嘅合照。記住注意安全，留意其他道路使用者，唔好阻到人。喺安全情況下，同一班人一齊咁樣揸車，係一件非常開心嘅事嚟㗎。最後啊，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，餘波 Channel 第一次限量嘅紀念精品就同呢個神鳥鳳凰有關啊！就係呢個他們說遠離紅區，你和你機器都必得救。
呢件係初版 T 恤嚟㗎，但睇緊片嘅呢個 moment 咧，成品 T 恤已經出現咗喺鐵騎部品嘅網店度啦，限量只會做一次，俾大家笑下開心下。而個寓意就希望除咗揸電單車嘅人都着得之外，揸私家車嘅你哋都會一樣遠離紅區。你和你啲機器都必得夠，做1個月嘅時間，限量預訂，只做一批，做晒就算啦。顏色只有黑色，而大家呢，亦都幫我挑選咗一件最啱大家着嘅 T 恤物料，透氣舒服，燙印嘅物料係最高級㗎啦，最靚嘅 T 恤。咁啊，希望大家會支持一下啦。咁中意嘅話呢，去鐵騎部品嘅網站落訂。之後就攞得貨就會有人通知大家㗎啦。多謝各位觀眾嘅支持，希望大家中意睇呢啲片啦。最後辛苦晒阿昌，辛苦晒。呢度時候又可以擺個 PayMe 曲俾阿昌，大家覺得如果覺得啲片好睇嘅話，就多支持阿昌嘅工藝啦。最後記得訂閱 channel 咧，個 Facebook page follow 20人，做阿昌嘅 Instagram，大家中意 follow 下佢啦。咁 follow 咗嘅話，你就會知道點解要擺 PayMe 曲喺度啦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，執嘢啦，辛苦晒，拜拜。